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杨祖和，欢迎收看4月2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的倒球曾经伫咧全运会创下23连霸的成绩，其中资深教练林宗雄所争取的倒球冠，竟是背份国手的摇篮。不过，各球馆2冬前委外经营以后，竟然变做租借的场地，会来办羽球比赛，甚至是卡球赛。对此，议员陈义丁上午相当感慨，除了批评场馆严重违规使用，嘛要求将倒球列为重点培训的项目，再现台南倒球王国的光荣。议员陈义丁一开始质询，就秀出教育委外经营的倒球馆竟然变成拍羽毛球，而且严重违规使用的情形，阁是有人检举，才按照契约罚款。议员质疑委外经营主动的监督甲运作出了问题。我不知道说我们到底我们局里面这边对于这样场馆的监督到底是有没有在突击检查，或者是过一阵子经常性的去了解说场馆运作的状况？刚好在检查。我们大概会同仁呢一段时间会过去看一下，当然我们有时候看的时候它都是正常，然后我们离开的时候它变得不正常。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这些场馆都是对市民开放，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欢迎，就当市民到那个场馆去运动的时候，如果发现他是违规经营，欢迎他随时跟我们提出来做反应，全面一起来监督。另外，议员进一步追问倒球馆委外经营2冬来到底对着倒球选手的培训做出什么款的努力？面对台南伫全运会争取23连霸的成绩，今年要摕第几名？好有祈福再现台南成为倒球王国。我们现在的桌球馆，你看一下子拿来办羽球赛啦，一下子听说还办过足球赛啦，所以我觉得这么离谱的情况之下，到底有没有在做选手培训的工作？那我们当时把它委外之后，结果他只是在做一些场地的租借。我们从他相关的网站资料来看，其实都是场地的租借，或者是办一些基础的选手训练，一些基础的一些，应该是说让大朋友小朋友来报名打桌球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到底有没有在做选手的训练？我希望能够把桌球，我们已经把桌球列为12项这个优势发展的一个运动项目之一了。所以我们希望说，怎么样去盘点我们的3级桌球这个人才的培育，然后怎么样在参加比赛之前能够做重点式的一个培训。这个部分的经费该挹注的时候，我觉得一点都不能省。我想这个部分我会重点培训。当然，重视体育甲比赛成绩好歹，无法度相提并论。议员重点希望教育思考委外抽象到责任，未来通真正做到重点培训。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要如何降低性侵害、家庭暴力、甲虐待遗憾？其中建立伫咧社会安全网络当中，性平教育是相当重要一个环节。不过，因为有学生反映拢无接受到相关的教育，所以市议员林议员伫咧教育局的工作报告提出质询，甚至进一步要求要有实施的成果。根据了解，学校每学期依法爱上4点钟的性平教育，若无就是违法。不过，议员林议员却提出，有学生反映拢毋捌上过，嘛互伊质疑，敢是学校刷起上其他课程，要求教育清楚互外界知影，咱台南性平教育实施的成果，接触弥补教育安全网，降低虐待甲暴力事件危害再次发生。我们不能排除说，这个学校老师他在教课的当下，他可能不会特别说，同学，我们这一堂就是性平教育哦，所以学生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人告诉我，他唯一有印象的性平教育在台南是校外的一些卫生棉的厂商来宣导啊，可能顺便讲一下男生梦遗啊，那这样的状况我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但这可能是过去的事情，请教育局提供成果，清楚的说明我们还需要像是照片啊，或者小朋友用的那个学习单之类的东西，让我可以明确的跟大家说，看我们台南是有在上性平教育的哦，没有把这个时数挪去做其他的事情。基本上，
性平教育它是法令规定，一个学是期要4个小时对融入。所谓融入，指的是在7大领域里面呢，它这个我都必须要了解设计单元进行教学。那这个部分我们叫做投入的指标的部分。那另外呢，当然还有其他相关的宣导活动、研习的活动，这个我们叫做投入指标。可是要 outcome 那个成果指标，会有一点点小困难，就是说，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测。因为教育部日前修正性平平等教育法，希望落实去年公投第11案的精神。毛议员有感立法，认为性平教育都来当互囡仔尊重别人、保护家己，进一步嘛避免歧视甲霸凌。台湾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就因为较信任政府的教育方式较有保障，重点是收费嘛较少。所以每到公立幼儿园办入学，总是会吸引侪家长排队等抽签。但这款公立幼儿园严重不足的状况，到底要如何应用？现况所推动的私有准公共化政策，也是有未少的争议。对此，侪议员伫咧教育局的工作报告当中，拢再次来表达关心。每当公立幼儿园办入学抽签，拢是客破头。毛议员林美燕批评，来客入去读公立，比入去大学遐恐怖。不过，公立经办有限之下，目前6都实准公共化幼儿园的政策，但台南试办结果，真侪私立的拢普遍认为未好，要求政府增加补贴。到底政府甲民间如何协力来兼顾幼儿教育品质，减轻家长的负担？这议员都相当关心。想要去读私幼，又没有那个能力；想要读公托，又没有办法去排到那个名次。这方面吼，实际上真正是吼，每一个家长最困扰的所在。公幼严重的不足，已经不是今年在讲了，已经很多人在讲了。我们期待有一个有为的政府出来，我们也期待有一个有为的局长出来。这个部分局长，你今年第一次面，你认为你的看法如何？你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谢谢林议员呢对这个幼儿入园这个机会提供的一个关注哦。那我想，的确啦，公幼的部分可能是一般家长很希望能够进入的，那也因为想要进去的多，以致需要产生一些抽签。但是在公幼的这个设立呢，它主要主旨也能够优先保障那些弱势的。所以所谓的第一优先、第二优先，你现在针对严重不足，你未来怎么去做一个就是整理？对，那当然我刚刚也有提到了，公幼增设呢，也需要考量到私幼它的一个所谓这个生存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呢，要结合的应该就是中央的准公共化幼儿政策。所以很多的私幼我们希望它能够加入。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如果加入之后，家长的负担会少。局长跟另外，因应高华中学区的设立，市府教育局打算推动一座有幼稚园、国小甲高中的永续生态校园。但议员黄丽昭甲李宗成拢关心工程流标，有需要增加预算。对此，局长坦承成本增加、欠工，加上当初的设计上济，目前已经减项，伫4月重新发包，嘛希望尽全力伫2档后完工。台湾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担任区长已经有13档资历的安南区区长颜新奇，因为优秀的表现，所以去予同款是安南区的议长郭信良聘请到议会，将要来担任秘书室的主任。2号上午也正式前往议会报道。出发进前，安南区的里长联谊会号召所有里长共同来为区长来送行，场面让人感动。对民国95年开始担任安南区区长的颜新奇是目前上届资深的区长，因为13档来表现优秀，所以今年伫咧安南区议员郭信良当选议长过后，为着要借重伊的才能，特别聘请伊来担任着议会秘书室的主任。虽然将要离开这个职务，但颜新奇也是希望安南区未来会当继续发展。这段时间因为安尼做吼。红会感觉讲做一个区长应该是服务啦吼，较好啦，会使袂使交代要清楚乡亲就对你讲袂讲去甲你抱怨啦我嘛期许咱公所的同仁做啥物代志会使上好，袂使去甲了解，好清楚共解说
安尼就是咱服务的基本精神。所以希望讲大家共同来努力啦吼。安南区有遐尼好的发展空间，大家会当移居来安南区做伙来拍拼相信这个土地有咱开发的足侪空间，嘛会当互咱以后的发展吼愈来愈较好。安南区里长联谊会也选伫咧伊报道进前来到安南区公所为祝贺。51位里长来了，超过30位的里长也显示了区长的好人缘。因当时送上奖牌，感谢区长这几冬的付出。阮联谊会51里当然依依不舍，我拄讲的，真正唔甘我来离开，唔甘我离开咧，你事实来晋升，咱一定爱来帮伊走安尼。而且感谢咱安区长13冬来伫安南区所做的一切，咱的区民、里民拢看您眼内，是一个足好的区长安尼。会后，甘新奇也马上前往议会报道。伊认为议会秘书室主任这个工作，未来服务的层面不只是安南区，佮综合了无共款地理环境的37区，是一个真好的学习机会。伊也会尽力来为更加侪台南市民来服务。台南新闻广播采访报道。一名26岁的万小姐，因为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关系，佮加上胃输拢无来等等的问题，体重一度肥甲破百。经过基于医学中心的协助，进行袖状胃切除的手术，半冬了后，体重降落来只剩53公斤。原本圆滚滚的身材，即马变做真标准，人嘛变甲真健康。根据国民营养健康调查，台湾人45%以上拢有体重过重，或者是肥胖的问题。台南就有一位26岁的万小姐，因为高中时期体重增加到99公斤，而且月经以及代谢拢袂顺，曾经试过饮食控制以及运动，但效果拢无好。最后体重甚至高达105公斤，来到基美病院寻求协助。经过医生诊断评估后，决定采用袖状胃切除手术。事后嘛持续追踪营养摄取，目前已经成功减掉53公斤。减肥，中医那种埋线也试过都没有什么成效。然后饮食控制是有，可是就是很慢，对。然后到最后，我就是主动问我那时候妇产科医师说，我可不可以做这个手术？然后他就说可以去问看看，他就直接帮我转诊到一般外科，然后就接下来就是跟医生讲，然后安排就是身体检查这样子。手术之后，其实效果我们看到是非常的好，整个病人身体呢就体重就瘦下来了，然后呢他的精神也比较好，那身体状况目前也并没有因为说有营养不良而造成身体不适的情形。现今的饮食甲生活形态是造成肥胖的原因之一，而且病态性的肥胖比例嘛慢慢增加。根据研究显示，所有肥胖病人应该伫咧半冬内减低即马体重5%到10%，安尼就会当改善心血管以及代谢疾病的风险。所以减重对所有肥胖者拢有好处。呼吁减重的人爱保持分心甲毅力。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为着要感谢并回馈用户，中嘉集团甲 His 频道合作举办申办款凭看 His 抽100万汽车的活动，最后由着新市坡有线供电司的一位幸运的款凭用户得到Subaru100万汽车一台。伫咧Subaru总理场来举行着隆重的颁奖典礼，得奖者伫现场也欢喜来表示，申办美款凭实在是太好诶。由中嘉集团加 His 频道共同举办的申办款凭看 His 抽Subaru 100万汽车颁奖典礼现场，来自新北市的新市坡有线电视用户叶小姐接下Subaru 100万汽车锁匙之后，非常欢喜。我以为是人家骗我的，我还说不可能会中奖啊。那我就跟他讲说，你查一下，不然如果说没有这个事实，你自己挺高兴也不好啊。他就跟我讲说，对对对，你中奖，哦，真的很幸运。中嘉集团执行长谢朝华表示，这届美款凭伫107年11月16號到108年1月31號期間舉辦的申辦款凭看 His 抽Subaru 100萬汽車活動，得到真濟用戶好評回響，非常踴躍的參加。我们希望这次的活动呢，能够提升 BBTV、BB 宽频，还有那个 His 频道，还有Subaru的品牌形象。好，那同样的呢，中嘉有线呢，我们也会借这个机会，以后呢也会不断的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提供更精彩的收视节目，提供更优质的宽频上网服务。因为颁奖典礼当天大好是叶小姐的生日，所以新市坡有线电视董事长特别大心的准备生日鸡卵糕，佮献上祝福，让叶小姐真惊喜。也要非常感谢她这么长期以来对新市坡的一个支持，那也非常感谢她来肯定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哈。所以未来我们当然也会提供更好。更优质的一个产品。另外，为了配合活动 ，His 频道 CEO 专工为新加坡飞来台湾参加颁奖典礼，除了恭喜得奖者以外，也特别感谢中嘉集团大力推广甲宣传。So many, my passion to entertain the people with HD, to put the Hollywood, the best of Hollywood on HD to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we are so excited that CNS. Partner with us as well as Subaru. Subaru is our, across Asia, our partner. We do a lot of marketing partnership with Subaru. And I'm very happy, Yvonne, that you are supporting us with the giveaway of the special Forester car. His 频道是为2016年开始，伫中嘉全台各系统台上架。His 频道优质的节目内容，将真侪经典的影集，亲像是《马盖先》、《霹雳游侠》、《天才保姆》等等，80、90年代受欢迎的美国影集，重新呈现。未来将陆续推出更加优质精彩节目内容，回馈观众。地中节特别到啊！百货业者看准家长爱护囡仔心，引进了一座粉红蒙蒙猪的气垫乐园。这座全台湾第一个圆顶式气垫乐园，内部阁装有冷气，互囡仔无论是落雨天，或者是出大日头，拢会当伫内底真舒适来佚佗。希望带予小朋友一个上解欢乐的儿童节。百货业者首次引进这座全透明圆顶式的粉红蒙蒙猪气垫乐园。总长22米，宽13米，悬7米。伫内底还阁有冷气，互囡仔不管是大日头，或者是落雨天，拢会当游乐无受限。而且还阁有溜滑梯、充气跳床以及弹球的游戏通好耍，就是希望会当造予囡仔一个上欢喜的儿童节。我们国内首次引进的透明圆顶式的气垫乐园，里面有充气蹦床、溜滑梯，那还有一个海洋球池等，让小朋友为之疯狂的游乐设施，可以让孩子们在气垫里面畅游无阻的玩耍。粉红蒙蒙猪气垫乐园活动期间为即马开始，一直到4月底为止。厝内底有囡仔的家长，不妨趁着这次的假期，带因到西门广场佚佗放电。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中山狮子会会长吴霞荣以及济中山狮子会狮友，因为烦恼消防兄弟伫咧执行救灾勤务时阵的安全，
上午特别关注了空气呼吸器所用的气瓶80支以及8只35组，要来提供予消防局救灾人员来使用，强化灾害发生的时阵消防人员抢救效能。台南市政府消防局上午来举行着台南市中山西子会关静消防用气管仔的关静仪式，市长黄伟哲也到场参加，亲自来感谢着中山西子会济西友的爱心，以及对着消防人员的疼爱。这届因总共关静着空气呼吸器用气瓶80支以及8只35组，总价达192万。将会当增加消防人员拍火时阵的安全性。合计将近200万人购买空气呼吸气瓶与杯架，赠予本市的消防局567大队。借由这个捐赠活动，希望能带动各界更多有善心的人士来共襄盛举。谢谢大家。每一分资源，每一分捐赠的爱心，其实消防局都会善用不管是运用有限的经费，或者是许许多多的设备，都是提供给消防弟兄最好的一个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其实这次中山狮子会所捐赠的是世界1大厂最新款式的这个系统跟支架，所以我觉得其实有这么好的一个设备。当然，这个我们是期待用不到，但是一旦发生这个救灾抢险，不管是火灾，或是必须去这个深入一些危险的地方倒塌的建筑物，或者是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来搜救的时候，这些气瓶跟支架就发挥了最大的功能。中山西子会这届所关注的消防设备是由世界第一大厂所生产的。拥有上悬标准的安全规格，相信这套设备未来一定会当在消防兄弟进行拍火时阵发挥出上界有效的帮助。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南在地企业康纳香企业为着要将家济爱甲关怀会当发散到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落，上午除了举办新品发表会，嘛关注了社会上的6个单位，总共1100客仔。上届新型的立体喙染，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对无用的市政会议时间，特别8天来见证康纳乡善心企业对民众的回馈。会当对抗 PM2.5 的立体喙染，台南在地康纳乡企业经过了多年的研发，佮加上针对无同款面型、大小、大小的寸切设计，伫咧经过政府的检验合格过后。上午伫董事长戴荣志的带领之下，康纳乡进行着新产品的正式发表会。除了大人的寸切，康纳乡阁发展出儿童、幼儿甲小幼童这3种无同款的寸切立体喙染，要甲大家做伙来对抗垃圾空气。那么为了这个口罩PM2.5的口罩光这PM2.5是绝对可以让消费者信赖的前一段时间，我看报纸了，我们的这个中央政府有到市面去查了25家的口罩只有3家通过 PM2.5，22家没有通过了所以这个口罩唔通黑白配就对了我讲实在为了这个代志，我还是认为说小孩的这个健康也要照顾所以我们公司也开发了儿童、幼童，还有幼童的口罩4岁到6岁幼稚园的这个口罩，国小的口罩，还有这个高中的口罩。除了新品发表，康纳乡企业也关注了总共1100客的立体喙染，和6个社会福利机构，全程拢由市长黄伟哲来见证，也学了因回馈社会用心。依照这个戴总所讲，戴董所讲，一个口罩25块，一个客仔多10个，一个客10包，一包2个多50块，多一客仔500块。今日要关1,100个客仔，1100盒，大概就是价值50几万，所以真的很感谢这个康纳乡
集团，我们戴董以及所有的同仁对社会上的一个贡献跟爱心。现场也有着康纳乡企业的专业人员，一步一步教导大家要如何来经适合家己的喙罨，以及正确来戴上喙罨，真正来保护身体，避免垃圾的空气以及病毒来造成危害。台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成大 EMBA 学生大部分拢是伫咧各自专业领域的总交接主管。平常时工作压力真大，所以真侪人拢会透过艺术相关的休闲娱乐来放轻松家己。为着要外界会当看到成大 EMBA 学生无同款的一面，校友总会特别举办了一场艺术联展，展示了各种风格作品，同时也将作品来进行义卖，收入将会捐予新营连心园社会福利基金会。2号下午正式开幕。这油画、陶艺、摄影等精彩的作品，拢是成大 EMBA 校友所提供的。这届的艺术联展是成大 EMBA 校友总会第一届举办，为了让社会大众会使看到因无同的一面，所以邀集了侪校友将因创作的作品做伙提出来展览，同时也有部分的作品会提出来义卖，要让这届的展览更加有意义。成大 EMBA 呢，在以前呢，给人家的形象其实都是以企业主、企业经营的概念。那其实每个学长呢，其实在他们自己专精的领域以外，还有各个他另外的一个，他们可以创作，找寻他们自己灵感的方式，来抒压他们自己的因为专精领域里面的工作的紧张。那我们今天就集合这些学长了，我们其实 EMBA 已经有10几届了，那邀请所有的学长一起共同参加，然后以这个公益活动呢，一起来把自己的作品捐出来，然后我们捐给一个慈善机构，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社会责任。那我想我们每一个 EMBA 的这个企业主呢，都有这个共同的体认。那也希望借由这次美的这个表现呢，传递给这个社会责任给所有的公众社会。这届义卖所得将会提供给新营的连心园社会福利基金会。总共54件的作品当中，也有侪书法大师的作品做伙展出。主办单位嘛将要伫6号举办大会，嘛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使来到卫民街的长风艺文空间欣赏这些作品。如果有看到介意的作品，嘛会使买落来做伙做公益。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好天，有时多云，温度19度至25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真感谢你来收看4月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